早前網紅潘卓雄先生爆料，佢經一位工程界朋友攞到一份水務署嘅錦繡地下供水系統布線圖，不如我哋一齊重溫下潘生講咗啲乜嘢。嗱，呢一個咧，其實水務署係抵打㗎。呢一個咧就係咧叫做黃仲文，係咪啊？嗱，呢張圖咧就係有啲水務嘅工程嘅朋友咧俾我睇嘅。嗱，呢一張咧就係水務署嘅 record plan。即係水務署咧喺錦繡花園嘅水管嘅一個咧記錄圖則。呢個記錄圖則咧就係記錄咗喺水務署嘅一個咧係行政記錄上邊喺錦繡花園鋪設地底供水水管嘅布線圖，即係話咧個布置圖。綠色咧就係由錦繡花園嘅大道嚟，呢度迴旋處一路咧就係供條錦繡花園大道篤到上嚟主路，跟住咧由450丟到400、300。一路咧直入去其他地區，去到呢個 H 段嗱，呢度 H 段啦 ，H 段咧佢有綠色嘅喉咧一路分佈啦，丟到去200毫米，一路咧見到咧沿住啲路同支路咧係供應俾每間屋嘅，但係就喺其中兩間屋嘅中間，應該係咧就係31號屋同埋咧33號屋之間。喺 H 段第三街31號屋同埋33號屋中間，嗱，再講一下喺 H 段，喺 H 段呢度 H 段啦吓，呢一區 H 段 H 段第三街33號屋同埋33號屋中間有一個咧三角位嘅，嗱，呢個位咧中間有空地嘅，喺呢一度咧其實咧喺條咧200嘅供水管道咧，係丟咗條100嘅供水管，紅色呢條係倒向出翻錦繡花園大道。呢個水務署你點解釋咧？黃仲文你點解釋咧？你去出封信喺10月16號話俾大家聽，冇偷水情況啊嘛？你有冇話俾大家聽？其實你嘅供水管入咗錦繡花園，去咗每一戶，嗱，呢個每一戶咧佢都會度水噶嘛，都會有用水量嘅。但係原來咧。有一條紅色嘅，呢一條紅色水管係100嘅，標示係100 GI， 係其實咧由呢一個錦繡花園 H 第三街31同埋33號屋之間係咧穿翻出錦繡花園嘅東路同南路交界，跟住咧就再出翻錦繡花園大道，直向迴旋處方向。呢個你點解釋咧？嗱，呢一個咧呢一條管啊。係冇經任何水標嘅。換句話說，水務署講嘅失水，一直所講嘅失水，其實你供咗綠色喉入嚟之後，未去到人家水標，跟住你有一條100管喺地底經過錦繡花園 H 段嘅第三街31同33號屋之間，出翻去錦繡花園大道，經過錦繡花園錦繡東路同錦繡南路交界。出翻錦繡花園大道，向迴旋處出翻去，而迴旋處兩邊或者由錦繡大道向迴旋處大閘去迴旋處兩邊就係咧用水嘅食肆啊之類。嗱，錦繡花園嘅一個咧管理人係冇話到俾大家聽。哇！原來錦繡 H 段三街31至33號屋之間一直有一條神秘嘅地下水管，而啲水冇經過水標流走咗去錦繡範圍以外。咁啲水又流咗去邊度呢？睇返個布線圖，我哋發現呢條100 GI 喉伸咗出去錦繡之後，原來係連接咗好多分支喉同埋閘掣，再供水俾其他地方嘅。我哋再細心睇下個布線圖，仲發現到原來迴旋處供水入去錦繡嗰條450 ms 喉，喺未入到錦繡範圍前，都一樣有好多分支喉同埋閘掣連接住。不過，我記得水務署又唔係咁講嘅喎。不如我哋一齊聽下舊年居民大會水務署黎生講咗啲乜嘢。我諗我哋睇下客觀啲睇件事啦。始終我哋個總水標其實供應就係供應俾錦繡花園嘅屋苑裏面嘅用水嚟嘅。水務署黎生話，
嗰條450ms 喉只係用嚟供水俾感受，但係呢個講法好明顯同水務署自己嘅記錄完全唔同。不如我哋再聽多次水務署係點樣量度感受失水。咁如果我哋再睇翻即係洗錶裏面，即係究竟用水量係幾多？咁嗰個差異其實就係即係一度叫做喪失咗、損失咗嘅一啲嘅供水。咁變咗呢啲成日話失水，我而家問你係咪漏水啊？你咁專業，你答我係咪漏水啦？我哋都係講失水嘅，我哋都話。但大錶減細錶就等於水喉漏水，你意思係咪咁啊？你正話同我講話大錶減咗我哋屋每戶嘅細錶，就得出嘅數就係4300。跟住你又話呢4300就係喉管漏水老化，但係我哋睇唔到有咁嘅現象。管理處就揸住呢樣嘢去就要做大維修啦。水務署講得清清楚楚，失水係將大錶減細錶，所得出嘅差異就係感受嘅總失水量。哦，唔怪得成日話我哋每日嘅失水量有2個奧運標準泳池咁多啦。我而家終於明啦。